即摆有真侪人平常时啊无眠毋困，困眠不足，若拄着假日，就做一解甲困倒来补倒来。也毋过医生来提出着警告，讲若困眠超过8点钟，得到心脏病风险增加2倍到3倍。所以国家卫生研究院研发一种会当记录个人作息的 App， 会当协助咱来调整到困眠的时间。 上班族的人，若到放假的时阵，拢想要较晚困的，较晚起来，高小心，这会伤害到你的心脏。熬夜到2、3点才睡，虽然你还是睡满6个小时，但是它也是会增加心脏血管疾病。如果你睡超过9个小时，国内的研究也会增加心脏跟血管疾病的发生的机会，心脏疾病发生机会大概2倍到3倍左右。 根据2017美国困眠医学会研究发现，生活起居混乱造成的时差，已增加11%，得到心血管疾病风险，同时嘛影响情绪，甲得到糖尿病的机会。目前大家暗示的就是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代谢的疾病，好像是类似像血糖，好高血糖就是糖尿病，或者是跟心血管疾病可能会有关系。 另外，手机使用时间嘛，甲困眠有密切的关系。国家卫生研究院发现，每使用1点钟的手机就会延后入眠的时间4.9分钟，而且会减少5分半的困眠时间。医师建议要困之前，上好莫使用手机假日唔通晚困，佮补眠，安尼身体会愈来愈伤。